大家好，呢期視頻介紹嘅係番薯嘅音節。番薯嘅語音分三母，韻母三條撈調切。韻母有四分為韻頭、韻腹、撈韻尾。以普通話嘅回歸嘅歸為例，新華書店翻譯拼音方案將 GUEI 記為 GUI。本程序嘅就係韻腹，U 係韻頭，E 係韻尾。客家話調舌韻腹突歸 GUI。廣東講一方言聲母係 GW， 韻母 I 歸數突為歸。普通話沒有入聲韻尾，就係 PTK 為結尾嘅音。普通話也沒有閉喉音韻尾麼。廣東講嘅方言，一方言和客家話存在一個明顯嘅韻母結構嘅差異，就係一方言音係種結舌韻腹嘅數，而部分數客家話和普通話係仍然保留嘅，比如表、漂、邊、片、電、天。第幾隻數廣東講一方言讀表、漂、邊、片、電、天。客家話和普通話有一方言沒有。表格中嘅第啲數廣東講一方言嘅韻母係 U， 客家話和普通話係 U， 一方言沒有韻腹第幾隻數一方言嘅讀音係表、漂、苗、調、條、鳥、撩、招、撩、叫、橋、囂。第張表格中嘅第啲數廣東講一方言讀點、甜、黏、黏、尖、簽、劍、險，都冇韻腹表格中嘅第啲數廣東講一方言讀邊、偏、面、電、天、年、尖、千、年，一方言冇韻腹表格中嘅第啲數一方言韻頭係E。廣東講嘅客家話冇韻頭，韻腹變成半音嘅 O。普通話係U 介音嘅彎，客家話明顯演變為音比較接近嘅彎。博柏龍談客家話嘅關、關、關三個數，和普通話一樣係 U 介音嘅彎。呢啲客家話冇 U 介音，讀音係間、關、間。還有一種類型係廣東講一方言冇 E 介音，普通話和客家話有 E 介音，但係普通話和客家話嘅韻尾冇相同。例如以第個表格中嘅姐、姐、姐、且、寫，一方言係 A 韻母，普通話係 E 介音嘅 E 韻母，客家話係 E 介音嘅 E 韻母。閩南方言嘅廈門話也係 E 韻母。例如以姐、姐、且、寫第幾個數一方言讀姐、姐、且、且，普通話嘅 E 韻頭係 E， 韻腹係 A， 沒有韻尾。上一張表格係部分客家話冇 U 介音嘅數讀彎韻或硬韻，即先下韻腹或者韻尾呢。下一張表格係一方言冇 E 介音嘅 A 韻，普通話係讀 E 介音嘅 E。表格中嘅第幾個數客家話讀架、車、車、車。一方言和普通話嘅韻母差異比較，在冇考慮韻尾冇破特克嘅情形之下，主要分為兩大類型。而係一方言冇韻頭第種類型佔多數，比如邊讀邊。另外一種冇 E 介音，比如姐讀姐。好嘅，本期視頻係漢語拼音嘅音節，既一方言客家話和普通話三者嘅異同為例
進行了簡單介紹，多謝大家嘅觀看，下期視頻再見。